弟兄姊妹平安。我哋由10月份開始，我哋教會最後一個季度呢，我哋用啟示錄嘅7個書卷嚟到去貫穿，成為咗我哋最後一季，我哋一齊領受上帝話語嘅一個講道系列。咁喺我講呢一個嘅書卷之前呢，有一個咁樣嘅人生片段。嚴格上嚟講，唔係我嘅人生片段，係我太太嘅人生片段。咁乜嘢呢？就係早一段日子呢。咁而家啲街市買菜呢就好潮嘅，會有個 DJ 喺度嗌有啲咩平呢？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咁好型啦！咁其中呢，我太太同埋一個朋友行過啲而家好潮嘅街市裏邊呢。咁喺嗰個街市裏邊有嗰啲菜心，咁寫住幾多錢啦？咁喺側邊呢，又加住幾個字，就係有初戀感覺嘅菜心。係真係咁寫嘅喎，咁即係幾多錢一斤之外，就要有初戀嘅感覺。咁我太太同埋佢個 friend 睇完，哇，咁得意嘅，有初戀嘅感覺。咁賣菜嗰個哥仔咧見到有興趣啦，我太太同埋佢個 friend 話試下啦，太太買翻去食完之後包你回復翻嗰種初戀嘅感覺嘅。我老婆被 sell 喐咗，跟住買多一斤，買夠2斤，平時買1斤嘅啫。咁夜晚我食嘅時候，咁樣咧一路食菜啦，食菜心。我老婆就問：有啲咩嘅味道咧？菜心咪菜心味咯，係咪？都係嗰樣嘢嚟嘅啫。跟住乜你食唔出有初戀嘅感覺咩？我話初戀嘅感覺點樣食我都食唔到啊！跟住我老婆就話唔係啊，嗱，一路食嘅時候咧，我啲仔女又喺度食，一路陰陰嘴喺度笑，即係菜心都有初戀嘅感覺。咁其實呢一個係銷售技巧係好高嘅。因為每個人嘅初戀嘅味道都唔同，總之你將你個感覺食咗入去，咁嗰個就係初戀感覺嘅菜心啦。不過對我嚟講呢，嗰個都係纖維質嚟嘅啫，都係菜心嚟嘅啫。不過今日呢，我哋講嘅呢段經文呢，就唔係回復翻大家初戀嘅感覺。不過呢，有一個字眼係重要嘅，喺頭先我哋所讀嘅經文裏邊呢，喺啟示錄裏邊呢，嗰個起初嘅愛，佢嘅原文所寫呢，就叫做 first love。類似我哋今日所講嘅初戀，不過嗰個初戀呢，就唔係講緊人與人嗰種愛情生活嘅嗰種令人有啲尷尬又好回味嘅嗰種嘅感覺。呢個佢係直指成個教會佢哋生命裏邊缺乏咗嘅一種嘅生命素質。今日藉着呢一段經文呢，希望我哋唔單止知道呢，喺主後嘅時候，特別係喺以弗所教會身處一個面對住好多外邦宗教衝擊嘅社會裏邊，知道一啲文化歷史。我哋更加重要嘅就係藉着我哋讀以弗所即係呢個耶穌基督對佢講說話嘅呢一個嘅教會同樣都俾我哋今日有提醒。今日我哋會唔會呢都帶住上帝嘅愛，繼續嚟到去活着我哋嘅信仰，亦都將上帝嘅道咧帶去呢個世界當中。我哋喺呢個時間好需要上帝幫助我哋，我哋先求上帝幫助，同心祈禱，求主你喺我哋當中帶領，讓我哋一齊領受你話語嘅時候，對我哋每一個內心講說話。我哋祈求你親自臨格喺我哋當中，藉着你嘅話語對我哋呢個世代發出最重要嘅呼聲。願主你在此時此刻幫助宣講嘅講得清楚，幫助聆聽嘅每位弟兄姊妹，佢哋唔單止明白，亦都喺生活裏邊實踐你對我哋嘅教導。我哋落嚟嘅時間，願主你賜福帶領，獻上禱告，奉基督耶穌得勝嘅聖名，阿們。我哋一齊睇下啟示錄啦。當好多弟兄姊妹一睇啟示錄嘅時候呢，好多時呢都會被嗰啲荷里活電影或者坊間裏邊呢講到好神秘嘅一啲嘅嗰啲 YouTube channel 等等呢，就會吸引咗我哋嘅眼球。坊間裏邊好多人讀啟示錄呢，會用一個方法嘅，就係將現代嗰啲嘅現象讀咗入去啟示錄裏邊。例如有一啲嘅象徵，佢用咗啲飛機大炮或者有唔同嘅嗰啲嘅意象呢，就係講緊哇！而家呢個科技好恐怖啦，咁你讀咗入去啟示錄呢，我哋就覺得啟示錄所啟示嘅嗰個末世就越嚟越近啦。我哋唔能夠否定末世越嚟越近，呢個係一個正常現象。耶穌係即係嗰個嚟嘅日子，我哋冇辦法知道，而且佢會越嚟越近。呢個因為隨住時間嘅流動，我哋就基本上係等待主再翻嚟嘅日子。但係呢，我哋好難會將現實生活嘅現象讀入去嘅，反而呢，
比較恰當啲嘅嗰個讀法呢，我哋係將舊約裏邊有一啲嘅意象啊，或者舊約裏邊咧點樣用過嘅有一啲嘅字眼啊，或者有一啲嘅釋經嘅重要嘅內容呢，啊，對當代可能係好有意思嘅。我哋呢就要將呢一浸讀咗入去啟示錄裏邊。第二樣嘢呢，就係啟示錄有好多象徵嘅嗰啲嘅言辭嘅，一陣間你會讀到噶啦。嗰啲嘅象徵嘅表達呢，我哋最好就睇翻上文下理，睇翻成本聖經裏邊有啲乜嘢嘅內容係咁樣講。嗱，當我哋用翻呢個用聖經嘅嗰個處境啦，用翻歷史當代啊，即係寫啟示錄嘅當代嘅歷史文化嚟到去睇嘅時候呢，可能同我哋今日去睇啟示錄好神秘啊，有飛機大炮啊嗰啲嘢呢，可能有一個截然不同嘅信息。啊，啟示錄嘅信息其實好落地嘅，我哋一齊睇咯噃。好嗱，我哋睇睇佢有我哋嚟緊嘅2章1節到3章22節，係啟示錄裏邊基督書簡啊，即係講緊耶穌基督對7間亞細亞教會所發出嘅嗰個信件嚟嘅。喺7間教會嘅呢個信件裏邊呢，每一間教會嗰個格式啊，嗰個耶穌對教會所講嘅話呢，係有一個固定嘅格式嘅。大家熒光幕嗰度會見到啦。第一句呢，通常就會有一個諭令嘅，你要寫信俾邊一個嘅教會同埋對象。嗱，佢一定係咁樣寫嘅，即係每一次每一封都係咁樣寫嘅。跟住之後呢，針對嗰個教會嗰個處境，耶穌基督呢就會或者寫信嘅喺啟示錄裏邊呢，就會描述耶穌係一個點樣嘅主，係一個點樣嘅角度嚟到去描述落嚟所講嘅信息。所以耶穌嘅嗰個身份或者係點樣描述，同後來所講嘅勸勉啊、督責啊或者肯定稱讚呢，係互相相關嘅。嗱，所以咧呢個自我耶穌嘅宣告呢，係會針對教會嘅處境嚟到去講佢嘅身份嘅。跟住落嚟就係嗰個信嘅主體啦。咁特別係講緊有啲教會係被耶穌基督稱讚嘅，但係亦都有更加多呢係俾耶穌基督去責備嘅，又或者又有稱讚又有責備。嗱，即係呢個就係嗰個信裏邊嘅嗰個主體啦。當講到呢啲教會嘅現象之後呢，耶穌基督就會作出一啲嘅提醒，要點樣去改變，要點樣去面對呢啲嘅困難，又或者做得好嘅，點樣去繼續嚟到去堅持住佢哋做得好嘅地方。最後啦，當你有一啲嘅悔改又好，或者佢堅持落去都好啦，上帝有一個藉着聖靈帶嚟嘅應許嘅。最後就會結語就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嘅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嗱，呢個就係嗰個結語啦。嗱，所以咧你用呢個角度嚟去睇咧，其實2章第1節到3章22節咧，唔係好複雜嘅啫。我哋每間教會咧就用翻呢個框架嚟到去睇佢裏邊嘅內容。好嗱，我哋先睇第一間教會就係以弗所教會，啟示錄2章1至到第3節，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嘅使者說，那右手拿着7星，在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的說，我知道你嘅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嘅名勞苦，並不乏倦。嗱，喺2章1至到3節裏邊，耶穌佢特別講到佢係一個點樣嘅主呢？佢話佢右手拿着7星，在7個金燈台中間行走。嗱，首先定義下呢兩個字眼先。7個金燈台，即係猶太人嘅照明系統就係用燈台、用蠟燭台啦。舊時嘅燈台咧就有7個蠟燭插蠟燭嘅位，咁所以咧就用呢個意象咧嚟到去講緊一個照明。亦都係講緊呢個燈台就代表住咧一個發光嘅群體，而金燈台咧喺早啲嘅篇幅啟示錄裏邊咧都已經出現過噶啦。喺啟示錄1章12至到16節裏邊咧，使徒約翰佢特別講到佢見到耶穌，耶穌嘅呈現係點樣呢？12節嗰度咁寫，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7個金燈台，燈台中間有一個好像人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腳，胸間束着金帶，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着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嘅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嗱，喺呢個嘅意象或者1章12至16節，其實講緊嗰個燈台七星，就係講緊耶穌基督喺呢啲嘅象徵物裏邊嚟到去出現嘅。而燈台金燈台咧，佢特別係講到，其實上文下理裏邊佢特別講到嗰個燈台就係教會。所以咧，呢個金燈台嘅意象咧，講到耶穌行走喺7個教會中間，教會就係成為咗世上嘅光。上帝藉着呢一個教會嘅群體，將上帝嘅光明帶到喺呢個世界裏邊。所以燈台佢嘅意象係講緊教會。跟住第二個重要嘅就係右手拿着七星。七星有機會係講緊嗰個7點嘅光芒啦。不過咧，有一啲嘅講法咧，更加係講緊嗰個七星咧，其實係講緊天象即係金木水火土、太陽同埋月亮呢7個嘅星體即係代表住咧耶穌基督掌管住整個嘅宇宙。當然咧，有啲釋經學家講緊個七星都係可能7個星座嘅。無論佢用邊一個解說都好啦，你會見到嗰個拿着七星係講緊嗰個耶穌基督係掌握住整個宇宙嘅嗰個能力嘅。經文再繼續講，佢唔係直接講耶穌基督，佢講緊燈台中間有一個好像人子。其實佢呢一句嗰個成個嘅句式呢，係嚟自但以理書10章5至6節嘅。佢講到嗰個呈現出嚟嘅掌管萬物嘅嗰個王就係用人子嚟到稱呼佢。而所有嘅意象講緊嗰個掌管宇宙萬物、掌管教會嘅嗰位就係耶穌基督。所以喺嗰個上文下理裏邊呢，佢就用翻頭先講緊嘅嗰啲意象。耶穌喺第2章裏邊就講到耶穌係一個超然嘅主，係一個咧滿有能力嘅主。佢帶住嘅就係嗰個權柄能力，掌握住宇宙萬物。更加重要嘅咧就係佢洞悉晒成個世上裏邊每一個教會裏邊嘅實況。所以佢游走喺7個燈台中間，就因為佢知道教會發生啲咩事嘅。佢係用一個全知嘅角度，用一個超然審判嘅角度嚟到去睇整個以弗所教會。佢用一個咁嘅角度之後，跟住經文裏邊就講啦，耶穌知道以弗所教會係一個行為勞碌、忍耐、不能容忍惡人、能夠辨別假使徒，並且不乏倦嘅一間教會。簡單嚟講，係一間好勤力、非常優質、有智慧嘅正統教會。話冇得頂啦，係咪啊？即係一間教會能夠去到一個咁樣嘅狀況即係各方面都係好有水平嘅。值得留意就係以弗所呢個地方。以弗所呢個地方喺昔日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文化交匯嘅一個海港城市嚟嘅。所以咧，佢哋嗰個地方咧都能夠匯集到相當多嘅人才喺裏邊。而因為有人才咧，所以嗰啲信咗主嘅嗰啲嘅基督徒咧，就唔係普通嘅嗰啲好基層嘅嗰啲百姓咯噃。即或可能有啲基層，但係咧呢個城市本身都好有水平。所以咧，嗰個教會嘅牧養，嗰個教會群體本身咧，都有相當實力而且咧喺個智慧辨別啦，喺捍衛真道上邊咧，佢哋係好零舍好突出嘅一個嘅教會嚟嘅。所以以弗所教會喺我哋世俗眼中係一個非常令人羨慕、一個有實力嘅一個嘅教會。不過一個咁有實力嘅教會，耶穌基督對佢講啲咩說話呢？2章第4節至到第6節就係呢段經文裏邊嘅重點啦。喺第4節裏邊就係咁樣講，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嘅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嘅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嘅燈台從原處挪去。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嘅事，
就是你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的。嗱，喺2章4至6節裏邊，既然一間咁美好嘅教會，一間為真理咁正統嘅教會，但係佢面對嘅就係耶穌嚴厲嘅責備。責備佢乜嘢呢？就係話佢將起初嘅愛心離棄了。嗱，我哋要首先要了解一下，喺和合本裏邊咧，我哋寫嗰個愛心離棄了咧，都明噶啦，嗰個意思都大致冇譯錯噶啦。不過咧，和合修訂本咧，佢將嗰個離棄嘅字咧，佢再更加具體講，或者嗰種更加活咁樣呈現出嚟嘅，就係將你起初嘅愛心拋棄了。即係話講緊一個，你當係一個夫婦關係又好，或者一個好緊密嘅關係，佢而家掉咗嗰啲嘢佢。耶穌基督喺度講緊呢個教會好勤力，做得好多正統嘅，又為咗上帝嘅名勞碌忍耐，唔能夠容忍惡人，又能夠辨別假使徒。但係佢掉咗嗰份最初嘅嗰份嘅愛。咁起初嘅愛心係乜嘢意思呢？有兩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呢，就係有啲嘅釋經學家講緊，就係你啱啱信主或者以弗所嘅弟兄姊妹啱啱認識主嘅時候，佢同上帝嗰種緊密嘅關係。嗱，嗰個係着重呢，就係嗰個人由罪進入到去光明，啱啱接受主嘅時候嗰份嘅熱心。咁啊，即係類似真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初戀嘅嗰種感覺啦。喺呢一度裏邊就呈現咗，或者呢個解釋就係講緊回復翻舊時嘅嗰種嘅激情，或者嗰種對上帝嘅嗰種嘅委身啊，嗰種唔計較同埋嗰種嘅甜蜜嘅嗰種嘅感覺。嗱，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呢，嗰個起初嘅愛就唔係講緊嗰一刻啦，或者嗰個好短嘅時間，而係嗰個起初係講緊一直以嚟呢一班人。信咗主之後咧，都係延續緊嗰份嘅愛嘅，直至到有啲嘢發生咗。嗱，所以後來裏邊所講嘅，從哪裏墜落，佢有個墜落點嘅，就係話嗰啲嘅基督徒一直都係咁愛主，直至到有一啲事發生，以至到咧佢哋就將呢一個同神好緊密嘅關係，由對神嘅愛引申為對人嘅愛呢一種嘅態度。掉晒佢，以至到咧呢個教會咧就變成咗咧一個只係有真理但係冇愛心嘅教會。而第二個解釋我比較同意嘅，因為佢強調嘅就唔係回復翻嗰種初戀嗰種嘅感覺啊，而係強調嘅就係嗰種愛心嘅實踐。教會有真理，但係冇咗愛心。嗱，呢個似乎係喺上文下理裏邊，亦都係讀上去嘅時候比較容易通順嘅一個理解嚟嘅。嗱，如果我哋繼續去睇嘅時候，你會知啦，其實呢一班人將嗰個愛心丟棄，嚴格上嚟講，其實係有歷史嘅嗰個因素嘅，因為以弗所教會或者以弗所嘅呢個地方有好多嘅文化好豐富啊嘛，有好多嘅假使徒啊，有好多五花八門嘅嗰啲嘅危機存在喺個社會當中。呢班嘅基督徒，佢哋要站起來捍衛佢哋嘅信仰，要為佢哋嘅信仰能夠將真實嘅基督耶穌話俾嗰個世俗或者佢哋嘅城市知道。嗱，久而久之喺一個辯道或者喺一個捍衛嘅姿態裏邊，人就變得好似有攻擊性一樣，以至到咧佢哋就將個重點就放咗喺呢一個嘅層面裏邊。嗱，不過我哋要留意。耶穌基督佢特別喺馬太福音裏面講，佢話咧喺末世嘅時候，只因不法嘅事增多，許多人嘅愛心就會漸漸冷淡了。耶穌話，即係面對住呢個世界，呢個末世越嚟越多荒謬嘅事，越嚟越多令人嘆息嘅事，人嘅內心嘅承載能力可能已經麻木咗啦，習慣咗啦，以至到咧好多人嘅愛心就麻木。嗱，耶穌就話門徒，你千祈唔好變成一個麻木嘅人。呢個世界係咁，但係基督徒你唔可以成為咗一個麻木嘅人。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裏邊再繼續講，佢話
教會嘅印記係啲乜嘢呢？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就認出你們是基督耶穌嘅門徒。約翰福音13章35節。簡單嚟講，喺一個荒謬嘅末世裏邊，辨明真理係重要嘅。不過唔好因為辨明咗真理而失去咗嗰個上帝成本聖經貫穿嗰個重要又重複又重複嘅信息，就係愛心。當我哋能夠贏咗場交，拗贏咗人哋，但係我哋嘅心靈係冷淡係麻木嘅，我哋都唔能夠喺呢個世界裏邊有力咁樣話俾我哋身邊嘅人聽，我哋就係一班基督徒。耶穌基督喺呢度裏邊對以弗所教會作出一個咁嚴正嘅責備，就係教會除咗要做辯道嘅工作之外，唔可以失去嗰份起初或者嗰個一直以嚟實踐嘅嗰種愛心實踐。當教會冇愛心嘅時候，人認唔出呢一個就係基督耶穌嘅群體。可以想象嘅，以弗所教會係一班咩人呢？頭先講到係一啲為上帝嘅道勞碌忍耐，後邊第6節裏邊更加講到為住尼哥拉一黨嘅人嘅行為，佢哋好恨惡嘅，係咪？所以呢，佢係受到上帝嘅肯定，因為呢班人都係上帝所恨惡嘅。不過呢，如果你從人角度嚟到睇，以弗所教會嘅嗰啲弟兄姊妹係一班咩人呢？你會面對佢嘅時候，佢成日都係板起口面，你做得唔啱，呢個唔啱聖經喎，錯呢樣嘢，聖經唔係咁講喎。永遠人呢，嗰個世俗有啲咩嘅時候，佢就會板起口面啦，恨惡啦，一種勢不兩立嘅嗰種嘅呈現喺嗰啲弟兄姊妹嘅生命當中嚟到流露出嚟。呢個教會係一個好正統嘅教會，不過呢個教會卻係冇生命嘅影響力。耶穌基督傳道嘅時候，最討厭嘅嗰啲人就係法利賽人。大概如果呢個教會只係得呢啲嘅辯道，冇咗愛心，就好似嗰啲法利賽人一樣，佢哋有真理，但係實踐唔到愛。耶穌基督俾啲乜嘢嘅出路俾呢間教會呢？喺經文裏邊，佢特別嘅嚟到去講喺2章嘅第5節，所以應當回想你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嘅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嘅燈台從原處挪去。2章5節裏邊其實有3個好重要嘅動詞，就係回想，而且即係悔改，再加上行起初所行嘅事。我用3個 R 嚟到去幫我哋記得耶穌俾以弗所教會嘅出路。第一個回想 ，remember， 回想翻喺邊度嚟到去墜落。正如頭先我所講啦，有啲嘅解經學家嘅回想就係啱啱信主嘅時候，人哋點樣接納你，回復翻嗰種信主嘅嗰種感覺。嗱，呢個係其中一個理解嘅方法。不過如果對於一個整體教會嚟講，或者喺佢哋嘅信仰當代嘅處境實踐裏邊，我覺得諗翻起喺邊度就係講緊一直都係咁樣實踐嘅啦。但係有冇喺佢哋嘅信仰實踐裏邊有一啲關鍵嘅時刻出現咗，以至到佢哋成班人就變成一個集體冷漠嘅教會，揾翻呢一點出嚟。所以從哪裏墜落嗰個哪裏係有具體，係要回想翻乜嘢時間開始變成咗一班冇愛心嘅人。如果用翻我哋今日咧，我哋弟兄姊妹嘅生命嚟到去讀咧，可能我哋過往裏邊我哋都係一班好有愛心嘅人，但係可能有啲嘅事件出現咗，有一啲嘅狀況出現咗，以至到我哋就拋棄咗呢一種愛心嘅實踐。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因為喺佢嘅信仰生命實踐裏邊曾經俾人哋傷害過，所以恨成為咗佢嘅動力。佢依然係好努力去實踐佢嘅信仰，依然係侍奉。不過每一次侍奉都係帶住一份恨意，帶住一份唔甘心，帶住一份敵對嘅態度嚟到睇身邊服侍嘅人，或者睇呢個世界。
可能係有啲咁嘅狀況啦。又或者有啲人好想證明自己，我係啱嘅，我係重要嘅。不過久而久之喺一個信仰實踐裏邊，我哋為咗要俾人哋睇到我哋自己，我哋嘅信仰就開始扭曲以至到咧我哋唔係真係真誠咁樣嚟到愛身邊嘅人。我哋嘅實踐大部分都係建基於為咗要證明自己嘅存在。又或者有陣時我哋俾人哋誤會，反正做啲咩好事都俾人誤會噶啦，我哋就跌埋心腸，我哋就索性唔做一啲愛心嘅實踐咯。又或者我哋避免咗自己受傷，我哋索性成為咗一個好似軍人嘅心腸，我哋用真理武裝自己，聖經嘅話語成為我哋嘅武器，我哋用呢一樣嘢就係攻擊或者為自己製造一個防禦網，以至到自己心靈唔再受傷。真嘅要愛人哋，好多時都會帶住傷痛嘅，係嘛？即係你要學習實踐愛，愛背後其實好多時都會帶嚟一啲嘅傷害。我唔愛，咁我咪唔受傷咯。再加上用真理嚟到包裝，咁我咪可以成為一個可以人哋睇嚟我哋都係一個幾得體嘅基督徒，但係心底裏邊可能我哋心裏邊係盲目嘅，係絕緣體嚟嘅。我哋嘅心唔再將呢份愛心嚟到去實踐。耶穌基督提醒我哋要回想，會唔會喺個真理一路行漸遠嘅時候，我哋同上帝嘅關係都漸遠，以至到我哋失去咗呢一份起初嘅愛。經文第二個字眼就係叫悔改 repent。 呢個悔改嘅意思即係話舊時一直行緊呢條道路啦，當我哋知道啦，回想知道某一啲嘅狀況出現咗嘅時候，我哋就唔再跟住呢個方向行，我哋就改換方向，我哋行翻上帝要我哋所行嘅路。嗱，改換方向行翻上帝要我哋行嘅路，嗰個就叫做悔改。悔改呢一個嘅悔改其實需要好大嘅覺醒同埋勇氣，因為一直都係咁樣行，忽然間轉換跑道、轉換方向係一件好唔容易嘅事。不過耶穌基督講，如果我哋唔悔改嘅時候，耶穌就會臨到喺我哋當中，將燈台從遠處挪去。簡單嚟講，如果我哋唔能夠去實踐呢個悔改嘅生命，唔俾一啲意志嚟到去克服嘅時候，上帝會將我哋生命嘅影響力力開。即使我哋能夠做好多嘅努力，但係我哋所做嘅都係對生命帶嚟唔到影響力嘅嗰啲嘅功夫，我哋生命就好似白走一趟一樣。所以呢個悔改，我哋要立定心志。當我哋知道有啲嘢喺我生命出現咗嘅時候，我哋正視佢，我哋唔好再行翻我哋一直行錯咗嘅嗰個舊路，轉換我哋嘅方向嚟到去實踐。最後啦，轉換咗之後做啲乜嘢呢？其實嗰個真理、嗰個愛心唔係同你好遠嘅啫。舊時你做緊嘅，你經歷到嗰種嘅豐盛，舊時一直行緊嘅嗰個帶着愛心去做嘅侍奉道路，你做翻嗰啲嘢就得噶啦，唔係學一啲新嘅嘢，而係做一啲舊時你好經歷到上帝同在，因着愛神愛人嘅嗰啲嘅方式，你再做翻。所以行起初所行嘅事 redo， 係做一啲舊時你經歷到因愛而嚟嘅動力，嚟到去做翻嗰啲事，你就行喺上帝嘅旨意當中。可能有啲弟兄姊妹話，牧師，我知嘅，不過有一啲嘅刺，生命裏邊有一啲嘅傷出現咗就出現咗啦，嗰份嘅感覺我攞唔翻啦，係咪？好似老夫老妻咁，經歷咗幾十年之後回復翻初戀嘅感覺，去唔翻啊。其實我嘅意思都唔係叫你攞翻嗰種嘅感覺，不過你攞翻你哋一直以嚟點樣去互相相愛嘅嗰啲，總會有一啲嘅日子係一齊同行嘅。攞翻嗰個你舊時實踐嘅嗰種嘅生命嘅嗰種嘅體驗，將嗰啲嘅體驗放翻喺今日當中。我好中意有一本書嘅，嗰本書就叫做《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 係 loving 唔係 love。
佢講緊一個持續去愛的藝術。嗱，呢本書咧就係有一個心理學家就叫做 Eric Fromm 啊，咁啊1956年寫㗎啦呢本書。佢講緊愛係一回咩事咧？愛唔係一種感覺嚟嘅，愛無論你對親人、對朋友、對世界所有嘅愛，其實愛其實係一種嘅決定嚟嘅。當你決定去愛嘅時候，你就會慢慢你就識得去愛，而且呢個愛係一種技術嚟嘅，係一種心領神會嘅一種嘅體會嚟嘅。所以背後裏邊咧有一啲主觀嘅成分，但係更加多嘅就係其實可以學習、可以回顧嘅。你回顧翻你自己昔日點樣去愛身邊嘅人，或者你生命裏邊點樣被愛，將呢一份嘅體驗唔係抽象嘅，而係具體嘅實踐喺生活當中，你就能夠重新嚟到去實踐到耶穌基督講緊嘅嗰個起初嘅愛心。嗱，所以喺呢一個裏邊，其實嗰個起初嘅愛，重點係我哋有冇決心，我哋咪決定咁樣嚟到去做。當你咁樣去決定嘅時候，好多嘅回憶，好多嘅經歷就會翻嚟。Redo 你曾經生命裏邊所經歷嘅。嗱，經文裏邊再繼續講2章5節，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嘅燈台從原處挪去。呢個係耶穌基督對嗰班以弗所教會嘅門徒作出嘅警告嚟噶。如果我哋生命裏邊失去咗愛，即使做其他所有嘅嘢，正如保羅所講，就好似鳴嘅拔響嘅鑼一樣，只係聽到聲音，但係冇實質嘅。我哋嘅生命失去咗影響力，因為我哋缺乏愛。不過耶穌繼續去俾一個另外一個應許，佢話聖靈向眾教會所說嘅話，凡有意嘅就應當聽，得勝嘅我必將神樂園中嘅生命樹果子賜給他吃。講緊嘅生命樹果子，其實係回應翻創世記裏邊人犯罪墮落嘅時候，上帝將人趕出去伊甸園，就揾基路伯封鎖住伊甸園嘅大門，神同人之間就開始有一個嘅隔絕啦。而當人去實踐愛嘅時候，就好似回復去翻伊甸園嘅嗰種嘅生活，嗰個生命樹嘅果子就再成為人嘅食物。簡單嚟講，就係回復翻嗰種嘅連結嘅嗰種生活，嗰種連結神同人之間嘅嗰種嘅生活，嗰種重新連結人與人之間嘅生活。如果我哋去愛，我哋心裏邊就能夠對上帝嘅心腸更加深刻嘅體會，愛成為咗我哋生命裏邊最大嘅靈修。如果我哋今日要講緊要靈修，第一步要做嘅，我哋學習去愛啊！嗰個學習唔係學啲新嘅嘢，只係回復翻舊時你所經歷生命裏邊，你點樣去愛身邊嘅人，又點樣讓身邊嘅人愛你。嗱，呢一個呢，就係今日呢一段經文嘅信息。有一個咁樣嘅簡單嘅體會。近來好多機會去到醫院裏邊探一啲嘅老人家啦，探一啲唔同嘅弟兄姊妹病患嘅。咁我見到有個好得意嘅景象，咁啊病嘅人身體唔舒服咧，一定係有啲脾氣嘅，有啲唔安樂嘅。可能有啲嘅老人家身體彌留啦，冇力氣，身邊嘅人未必好明白佢嘅需要。咁樣咧，喺佢臥喺病床嘅病人側邊咧，總會有一啲嘅家人，可能係佢嘅配偶啦，又或者佢嘅兒女，或者好錫佢嘅嗰啲家人。佢啲家人就默默喺個病床側邊嚟到陪伴住嗰個病患者。咁啊，我去到其實好短時間，我去其實係做下祈禱，為佢哋帶嚟一兩節嘅聖經安慰下，陪下佢哋嘅啫。不過我更加欣賞嘅就係嗰啲嘅家人。其實因為佢好愛佢，所以長時間咁樣嚟到去陪伴咯。有陣時都唔知做啲咩好，所以有陣時屙個啊，係咪？又抹下手啊，抹下嘴啊，按摩下。其實對嗰個病患者嚟講咧，嗰個病患者有時唔舒服咧，有陣時會發嗰啲家人嘅脾氣嘅。不過我見到嗰啲喺病患者嘅家人嗰度陪伴，無論嗰啲屋企人點樣發脾氣都好啦，佢哋都會忍氣吞聲，咕一聲就吞咗佢。
覺得唔舒服，有陣時會皺下眉頭對嗰啲屋企人，但係屋企人都繼續帶住眼淚，帶住嗰份最大嘅誠意嚟到去陪伴佢。嗰個可能係生命最後嘅一刻。我個體會係，有陣時人生去到某啲狀況，嗰種嘅愛心可能真係屙過過，有陣時真係唔知點樣做。不過佢哋嘅喺度，無論你屋企人咩處境，嗰啲家人總喺度，永遠不離不棄。嗰個就係愛心。弟兄姊妹啊，今日呢，我哋都依然係活着行走，我哋生命好有氣息。我哋今日可能做咗好多樣嘢，但係我哋對於呢個世界，對於我哋身邊嘅人，對於弟兄姊妹，我哋會唔會都會有呢一份嘅耐性，有呢份嘅心，與佢哋繼續嚟到去同行？我哋有真理，有愛心，呢個就成為咗今日呢個世代基督徒重要嘅標誌。求主繼續嘅嚟到去幫助我哋，帶領我哋走面前人生嘅路。